我九手皮。闽南语博巧剧，女相思，尤玲玲、白英、月娥、韦阿才担任冠音。算命，我伫小命界时行，出门毋捌坐车，全部用步行。艋舺大潮埕，中华鹿港城，家母带对囝，有命上甲无命，看是要文王卦、金钱卦、变数卦、顶北卦、下北卦，阿鲁面听坎仔卦，半卦灵通做空气闪财风，骹风、手风摇只分两双风，6月天透南风，烧酒水酷酷撞，看是要做榴莲大八字，若要参考免客气。抽灵签卜啥卦？先生子啊，先生子啊！奇怪，有听声无看影，是啥物人在要算命，也是要问亲情？毋是要问亲情啦，先生子啊，我是做人的某囝，阮翁毋知安怎，拢袂甲我请命，互你参考我会知影。咱毋知，当然是会知。我的名轰动全省，大家拢嘛叫我猪母店。哎哟，哪会这条型啊？先生子啊，你若甲着猪母店啊，小命哪种会自然啊？我是女半仙，毋是着猪母店，专门抽签卜卦大八字做榴莲。12路口天红顶注明明，行路都爱行规平。圆圈顶出名蚵仔煎，出世囡仔爱食面，阮的瓦斯无烟。瓦斯若要有烟，臭味毋着这几种。毋是瓦斯无烟，是法术无边。是这啦，我听毋着去啊啦。搁刷落去，好事歹事一目了然。我是要抽签也挂挂，12点讲12下半点都袂精差。抽签是要安怎抽？看是要抓签、得签、菜脯签、番薯签。凊彩啦，会准就好啦。好。顺风带请福气灵签，五代圣贤地主吃饱伤过营。要请韩国电影明星新军营，碧兰红仔头上界灵。要请三大王，第一食粉笨风，第二弄油烧饭，第三食槟榔藕红。日本乃木大将甲明治天皇，再请美空混熟去巴里，甲毒片起诉指教之，两个好感情，起码是摇落死。请你来挂盘，就地 ABC 的喷射机。新山来观光旅行佚佗阿所味，拍电报去月球太空，要请南天门孙悟空，要请英国女王来食荷尔蒙，马祖多坐飞机去日本天神通，下到第四请有话无地讲，要请烧炮过中本武藏，绿道山甲三尊闽龙，西方取经动山庄，等下个什么名哈？小猪母，我问恁翁的名，恁来讲我小猪母。遐伊姓小，名猪母，怎样毋是小猪母？好。别项名毋去号，搁千号万号去号一个小猪母，这款名世间无敢打伊一个。真是水啊！等你也毋通甲阮笑我安尼死，要互你笑着吼，我这只猪母说吼，足碍叫的啦，是要安怎听啊？我煞袂记咧。地主小猪母是怎样袂疼老婆，规日踮外口乱说，是倒位毋拄好？请众神好兄弟，元始天尊伫遮毋食薰，李老君偷食骗婚，孙悟空掠去关个南天门，通天教主正鸡兵客道路，请众神来过坎坷，福州人出名做馒头，鹿港出名红蛋糕，阿兄娶阿嫂，老公爱老婆，八仙过海拿彩虹，中华八卦山好佚佗，歌无乱动，熬无乱成，真正挂标分明，来抽一个。好。这个较高水，再请大面神坐高座，小面神涂骹槽，大家坐好好，千万毋通来跋倒，倒顶要杀死永乐刀。
啉水打免听无，摇摆啊甲来诗，九里湖问仙机 ，ABC 哆来咪，台湾民谣青春调思相机，大劫甘凤池，王莽篡汉18年，三笔平修诗，左营春秋过量角边，明乡里送寒衣，当做爱多言，囡仔爱过年，大人总无钱，掠水果毋通掠周时，来去搁少去。好，这个较长，我较介。啊，有影，在什么时出世5月13卯时头。卯时头，煮酒饮饱，万年宝岛，树林北头，淡水干豆，新奇五味有茶无味，关公老皮五两鸡红烧鱼，一粒糖一粒铁，哎呦呀，奇怪呀，奇怪呀！将我的算命算啊遮白重，嘛还阁毋捌拄着即款人。先生子啊，阮丈母的吼是啥物命？你嘛较紧讲互我听，毋通爱甲大细声，我听着吼一直惊。好好，爱听我就讲互你听，啊你就毋通着惊。袂啦，先生子啊，好歹做你讲，没有关系。哈哈哈！你要拍官司，安尼我哪敢讲？毋是咧拍官司啦，是没有关系，无关系啦。好好，无关系哦。啊，这两支签甲合起来，实在有支持。头支是关公护老边，也这支是万林车头讲 postpaid， 是袂甲外歹的。第二支是安怎？第二支就是明乡里送寒衣，这个都没有什么好啦。实在有讲，关公护老边甲明乡里送寒衣，用算盘甲统计起来，就是七鸟啊伫咧跳溜机。这款命实在有稀奇，一摆跳一摆飞，实在有影魂斗可怜，靠哀数无写死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哪会一摆跳一摆飞啊？小弟母有6个母命，当时6个母通通都爱走去王死城。哈，有影无影？要哪安尼随时这样，也毋着高行。嘿，我就是袂高行。8字字命名，一半铁扫帚，一半加刀庭，命中甲某带切甲带平。此事当真，看要怎么办？我是天理第一号的太太，若是叫，毋着对我大声来。这是庆子拍着大大空讲对，遐也着搁讲。打着害啊！是这样，可要安怎安排？这是天数难逃，时到九职公啊，甲大金婆着招你去佚佗。是这样，要去阴间的交通车，是什么时阵才要来甲我载？你敢袂知？哪会毋知？弟母的恁翁若搁带第2个太太，你就会乌爱载。交通车时时就会来甲你载。有影，你伫咧讲吼，我才知影。旧年伊去交着阿香啊，害我头晕目暗，等去阮外地住2-3天，拍算是交通车来载无人，对小大点免去转土坑。无毋对，七鸟啊跳溜机，一回跳一回飞，可比恁翁带细姨，一摆跳一摆离，这毋是普通离。要无是啥物离？就爱离世间的离。我担毋着买了，我愈想愈惊，代志人干毋着靠正，也毋着走去王死城。当你万千是听，我来算你的8字命，无一定你毋免走去王死城，互你毋免惊。先生子啊，喂，你若有烧肉粽？嘿，我出门毋捌炸烧肉粽，哪有迄个问？毋是烧肉粽啦，先生子啊，你若有烧正汤，拜托你甲我送一个烧粽，
红包最少，人阮会传。红包是小花代志，你叫做什么名字？哪敢毋是别人啊？也无当营养鱼咧。哎呦，毋是，外头讲毋对啦，哪敢毋是别人？酸腰头正是。哈，交这个国笔名，天地配去真拄好。酸羊头讲做小弟好，人这是阮细汉报的名，哪有啥物国笔名？要你时时月日，毋着讲互我知影。八月二八有时尾，厝牛好兔，有时好天，有时落雨。比狗鸡狗，高羊打狗，叮咚阿狗，草屯透南头，行路一骹前一骹后。生生水啊！呀，你哪会算12生肖？哪会这算甲倒算？你拢毋知，这就是翻天假日，也会算死，也会算死。你若安尼，生生水啊，你毋着袂算大生死。嘿，我要哪会大生死？你若是丢时马，菜瓜讲到去一瓜，刷落去就亲像王昭君心头乱纷纷。要刷落去是好运也歹运，就亲像三匹鹰台，一个去一个来。也毋煞袂输伫咧挂布菜，也会一个去一个来。当你叫我安怎安排？这就是命底天台，一个八扭，一个半斤，一个都爱26个某，一个都爱过6个大心君。那我毋袂输好日子，命底哪会结得甜？配去真奥妙，龙交龙，凤交凤，稳固的交动凤，猪母会克母，猪母所爱你克翁，相生相克，克一个歹人变好人，毒公毒，讲甲拢无毒，悲哀会变快乐。有影无？悲哀会变快乐？神奇子啊！毋过阮猪母翁总是歹呢，不时就走去交别人。定定就放我小看房，找无人头甲路家，人人真重。这就是恁翁五行属金，做人较好用。早着害啊！五行属金会好用，爱情长，你嘛着毋分我啉。你嘛甲阮翁改一个属土，互伊看会较正补，免互我定定咧困空补。大罗神仙嘛无法度通改五行，我只有一步通解决恁的感情，互你心袂清，心肝就毋免赢。有影无？要你来甲我变甲阮猪母的会甲我爱，我得甲你离400。也我毋袂输3匹你英台，来，我用这步教你，恁翁一定会甲你爱，伊就袂去外口甲查某乌白来。是好步，还是歹步？我这步是老人食菜步，讲真步，你着安尼。这般如此，安尼哦，安尼够通哦。你毋通伤欢喜，恁猪母会若转来，照我教你安尼该运运啊变，毋通变伤凶，才会伤古变上良；该运运啊饲，才会蚵仔变番薯，水牛变鸟鼠。你交代话，那我毋敢放袂记的。你若照安尼去做，包你满面春风，快乐清爽。就呀那些乖啊喂，红路白花，看着那小娘啊喂，是最好睇。哎呦喂啊好我喂，看着头累累，想要那早起啊喂，来到会，哎呦哎呦小娘啊喂，是最好运，哎伊就想要家己啊伊到。这是啥物代志啦？你嘛斗较低音咧？哎呀啦，阮头家娘临时心肝疼，伫房间仔内跳啊跳袂停，我看这个会够惊。有影无？哎哟，我一个心肝老婆。哎呦呀！哎呦，我会死哦！
哎呦，太太啊，福送啊，我的某，啊，你的手哪会染腹肚？是倒一个艰苦？哎呦，我的心肝疼到呢哦，看袂掉。有影无？哎呦，哪会这遐凶？咱就赶紧来去叫医生来看救你。哎呦，唔免啦，叫医生食药是无使讲，去叫一个上命来算看我的命，看有帮也无帮。有理，上命挂问君机，看是会活也是会死。好，我来去叫先生。幽灵签卜啥卦，签啥卦定心中若听着无性命，跋筊毋通跋输着挂名。问知母生知囝，牵知哥透物件，心宝碰感上出名。幽灵签卜啥卦？先生姐，你这个先生啊是什么代志？要问运气也地理，也是关落阴牵红鱼，出外求财利，也是要出海抓大鱼。要着阮太太酸羊桃，现时身体一个毋拄好，我要请先生来去阮厝来甲伊做一下参考，看是风水着，也是厝体有一个材料，也是歪果。若是这部是阮组团的专门科，无论是小儿科、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乌人齿科、肿瘤科。厝体风水毋拄好，一手包办免惊会啰嗦。好，啊有影遐厉害，但赶紧入来去阮厝来看你的手腕破败，我就随时会去通知。阮太太若是会平安无代，我才送你一个金牌。哦。好，来，咱以上听到的吼，是56年前这个大柯玲玲甲矮仔吼，因录的这个曲盘吼，叫做乌白相。啊，咱会当伫遮来听到半世纪前吼，半世纪前，咱有真侪足水气的台语的语音语料吼，啊，咱会当听出讲较早的人语言能力是有够好的啦。因为较早生活本身吼，就是一个迄个啥语言的场合，所以咱伫遮来听到遮尔水的语言吼，啊，真正是感觉足大心的。